这新大学对顶学期开始修改开课的规定，限制这选修课上无大要有30个学生才会当开课。这新大学是讲，安尼是希望会当帮助开课的老师调整课程的内容，也是看讲敢要换开一寡学生较有兴趣的课。不过，嘛有袂少学生是烦恼讲，若是因本地要紧的课开无成，会影响到毕业。2月中大学拢已经开学啊，即马大学课程强调跨领域多元。不过最近咧选课的时，就有世新大学的学生指出，学校自113年度开始，就甲开课的人数标准调悬到30人，互袂少学生拢面临想要修的课无法度开的状况。必修的是一定爱有的能力啦，结果伫咱的学校，就变成选修，变选修无人要读，就无去啊。伊就把迄堂课直接从那个系统删掉，阮嘛无法度搁去诱人啊。学生指出，因惊课会开袂成，所以就要四界拜托同学来选课。也有开课老师赶伫咧选课时间结束进前，写批提醒学生紧去斗找人。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指出，大部分的大学拢是设20人就通开课，30个人是真罕见。因若课程开袂成，恐惊影响老师的基本授课时数。如果是要用这个人数来作为一个开课与否的一个决策，可它应该要有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数据的准则，可能会危及学生的权益，那它这条线就不能往上拉。针对调悬开课人数的条件，世新大学是表示，顶学期因为安尼停开的课程有18门，这学期目前是34门课停开，不过这学期有增加30门选修课，希望让学生有多元的选择。校方认为，透过安尼的机制，会使把资源导入学生真正有兴趣的课程，也强调袂影响到学生毕业。它是大四涉及到毕业的资格的，然后或者是1、2、3年级。涉及到他的最低的选修的学分数没有达到的话，各院系其实都会特别去处理他们这些问题。但是高教工会强调，学校除了发展跨领域的多元课程，也要重视学生的基本权益，兼顾科系专业性课程，保障学生的受教权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